啊，这轮变。哦，哎，你们个拜托诶，这塑胶呢？塑胶纸吧？这是米纸嘛对不？哎，米纸，最好条。你做爱烘吧，有烘啦。嘛有香的，啊嘛有青青的，都会使。咱来教教的。啊，这水。来，去吃啥子？嘿，是片条啊。对哦。片条哩。我来。我来吧，对吧？好。安尼啊，温热就使食。嘿，温热就加加热。温热。嘿，温热。哎，我这样咧食起来，我感觉吼，迄炒仔面吼，真清芳呢，太味啊！哇，假草。咱这是菜你啦。啊，你个假草你个遮有够诶，咱无个遐佫一个，佫真济啦。加肉干炒啊，因为它佫有来包看卖。啊，伊这叫什么米仔纸吼？米纸，米纸。甲咱用迄个润饼皮吼，迄食起来口感较无共。无共款。你这有口感。而且食起来佫脆脆安尼吼，啊，咱那是 QQ，所以口感无共款。我顶个食用米纸是包生吧。哦，嘛有，哎，包生吧好食。啊，我佫有甲香的，啊，嘛有。嘿，香的啊，用好烧安尼甲食，所以啊，嘛好食。真济食法啦。诶，啊，咱台湾奈无流行用这包，咱大陆就比较少啊。很多今麦这个米纸咧，台湾嘛最好卖，系哦。伊越南店拢咧卖。嘿，即个华人店卖做济华人。